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何志伟来压料，讲伊今仔日接到民众来投诉，台北市北投区公所竟然甲国旗挂颠倒。伊批评新的台北市府团队就任这11天，导致2023年上班的第一天发生重大的失误。何志伟伫面册来打相片，讲伊的选区北投区公所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就互掠包了。早起，这个楼尾顶的国旗竟然是挂颠倒，严重来影响到国家的名声。北投区公所马上来发声明，讲经过查证，是夜班的工作人员早起8点升旗的时阵疏失，毋是调故意的，第一时间已经改正，嘛表示道歉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